投資者嘅話咧，咁當然喺最簡單嘅交易啦。咁我諗喺佢而家好多情況之下，會見到7乘24嘅交易啦，越嚟越多啦，唔同嘅資產嘅類別，亦都可以 get access to 啦。所以其實 with 一個FinTech 嘅應用，好多情況之下係令到更加多嘅投資產品裏邊，一啲可能以前可能要高啲門檻先至可以接觸得到嘅一啲產品類型，亦都可以透過平台可以接觸到啦。即係包括咗唔同嘅 ETF 啦，或者以前啲有多啲係derivatives 等等啦。咁另外一個層面，我覺得係資訊，其實呢個都幾緊要嘅，尤其是而家新一代嘅零售投資者啦。其實可能對於佢哋嘅交易嘅一啲決定嘅路徑咧，可能同以前有啲唔同。可能佢吸取資訊嘅渠道亦都會唔同咗，可能係喺社交媒體啦，又有官方嘅媒體啦，又有財報啦，又有即係 research 啦，等等等等。咁我諗喺金融科技應用會令到吸取資訊嘅便利性係多咗。咁呢個引申嘅問題就係在於咁樣爆炸性嘅資訊點樣去防範一啲bias 嘅 views 咯。